小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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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小芳，叶佳，其实我知道，你早就不喜欢我了。我还傻傻的以为，真的有灰姑娘的故事。没有，没有童话。叶佳，我们分手吧。小芳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爱你，小芳。我不会跟你分开的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分开。不在的时候，我们都……姐姐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们都很想你啊。对，我们一直都很努力打理生意，生意跟以前一样好，我们都等着你回来呢。大哥，你的手机已经被跟踪，鳄鱼。就是姐姐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都好担心你。姐姐，我学会了做菜，做的跟福生一样好吃。大哥，福生的尸检报告出来了，他身体里的血液都被抽干净了。
慕容熙是和浮生一起失踪的，恐怕也凶多吉少。大哥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。你已经被偷袭几次，我怕这样下去，连冯小姐都会有危险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李欢呢？刚刚还在这儿呢。对呀，刚还在这儿呢。啊，张太太，您可以去楼上先参观一下。好。鳄鱼，怎么回事？
一地头发，全是他掉的。就他那年纪，怎么可能掉那么多头发呢？是啊，李欢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峰峰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我已经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去找他了。我这几天已经把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都找遍了，都没有。这可怎么办？喂，小峰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谢谢你关心。那你能回家一趟吗？我一个人在家，太冷清了。小峰，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说书房的灯太暗，看书总是看不清楚。我已经给你换了一盏大功率的灯，现在书房特别亮。还有，你不是说你喜欢泡玫瑰花浴吗？我也给你把浴缸里全都泡满了玫瑰花，等着你回来。你这几天有没有见到李欢啊？李欢？他不是跟你一起的吗？他……小峰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没事没事。这样，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去找你好不好？我现在有朋友在，不方便听你电话。再见。小峰。谁啊？叶佳。叶佳？他也没见到李欢。那怎么办？他到底在哪儿啊？翻滚吧，牛宝宝！这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，哼，他该不会回到新县上去了吧？叶波，必须用活到1000年的人的血来制造长生不老药。你回来吧，你骂我是蠢女人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来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。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约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。用痴心等待，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